我水每月拜上課下課，有一個學生就唔走，冇走，我就問佢講你係有乜嘅事情嗎？他對我90度鞠躬，他說，老師，我要跟你說，應該說我爸爸要跟你一起說對不起。我說為什麼？對啊，我說為什麼要跟我說對？他說。这一张专辑那一天诞生的那一天，我们好像刚好去参加一个聚会，聚会结束，然后我就在你 FB 看你分享了一大串很文青的一些字眼，我把它看完了，我真的非常的感动，真的，你在这几年当中，你真的是发生了很多的事情，但是我看到你的坚强，上禮拜有請到東道先生來講解到酸甜苦寒故事，下禮拜嘅節目繼續延續上禮拜，請到東道先生來分享哦，一下大家就向下來欣賞哦。傳統組特別激烈哈，欣賞無好做啊，真的，可能傳統欣賞拄多嘅事情行得多，吼，係咪？係啊，有行組嘅可能係某一天係好客家歌嘅哦，沒有可能吼，對，你傳統組嘅就全部係搞嘅客家歌嘅，因為某一天啊，咩某一天？有啲學生咁樣會要求講啊，學到其他語言嘅歌曲，各式各樣啦。但是傳統組嘅欣賞啊，佢搞到年紀可能較大。哦，係，有可能係。較大可能。較大版咩有可能？較大版，年紀也較大，可能要即家上班咩話較多，咩某一天嚟談一下，等下嚟看一下。甘苦談。嚟，反正市面上現場帶嚟乜嘅好聽嘅歌曲嚟談講啦。兩位主持人係啊，刺激啲啊，其他人28集啦，係啦，每創嘅28集啦，係啊，睇唔啦，睇唔啦，係啊，睇唔啦，定係好啊，很多多先生，對，好，你做先生啊？教4年呢，是學教嘅，學教嘅，客語嘅係教客語嘅，唱歌未有嗎？唱歌都冇被教啲7、8年。你有啲都被教啊？
教創過7-8年，啊，學教嘅行業差唔多4年。啊，學教啊，有乜個證照嘛？係咪新傳？有啊，新傳師啊，還講人家資源教師證啊。還講人家可以認證中高級。我考嘅課語行業嘅認證。哇，你學教要教，啊，你諾貝也有教。我貝創過沒有教。啊，有乜個酬勞？有乜酬勞聽說？多多少少啦，鐘點費啊。鐘點費點點啊，冇多啦，冇多啦。不過比冇貝上班可能要較多啲。哎呦，我又不差啊。唔過按用咩客，主要講嘅課較多啊。哦，較忝啦，那按我估按到4年啦。對。 4年。乜嘅用嘅都有啊，家庭就唔好咁用啊，款用嘅要讀到乜嘅各式各樣嘅學生。如果我都讀嘅一般哦，有個亞斯伯格症啊，有自閉症啊。其實亞斯伯格4年吼，佢當聰明，佢當聰明，專注在一件事情，佢過目不忘，過目不忘。唔過佢冇法度講自家控制啊。我是一目十行，他過目就忘。我跟一下再看完，哎，不是看書嘞，剛剛寫什麼？發在跳下講嘛就唔記得了。真的，你怎麼知道？我真的7秒魚有沒有？真的，我這個是到底是什麼症狀啊？就是增老，啊，不是初老，堆發的，跟冇辦法啦哈。像俺用嘅學生誒，就會比較有一種狀況啊。咁係像嘅一種應該唔係資源班吧？咩資源班？唔過佢就本島那班唔需要顧啊。係啊，辛苦嘅。你反正你像佢喺來學校，比如講半夜，你半夜做要按訓練佢，做唔得就要出差錯。出差錯是你嘅欣賞唔錯。真係假？真嘅。但規班的全部都按年癮嗎？冇咩規班的啦，因為本島3級是當多的，3級是顧唔起的。其實佢講有3級，你是要請一個助理處理來幫忙。真的啊？對，因為你跟你讀到咩過動嘅嗰種嘅樣板？非常過動啊！佢有擺，佢講去編輯，普通愛編輯，還是會很解下精靈的聲音，聽人佢去。有擺技術講。我冇，我自家去，做唔得，我吐唔去，我是吐佢去，我都佢講佢要上太好啊，我就到門口等哦，我咩都冇背哦，我就到佢門口等，我想用我哭到嗌叫下唔出來啊，結果呀，學生是走來，老師，那個某某誰啊受傷，他不是在廁所嗎？哎呀。我講佢咩都偏數嘛，敲也沒有人應啊，然後我出去看，跌到見流血唔掂，我講唔會痛嘛，我問佢啊，唔會痛嘛，佢講唔會啊，唔過佢當反去啊，佢開嘅偏數點解都係從門出去都從門拔咗一樣啊，佢講其實。當隔一次間愛戳傷，當然就愛戳傷，佢戳傷其實當反去。你好奇怪，其實愛食藥嘅呀，你藥嘅係一停哦，該冇法度。這個是有自虐狂嘅嘛？嘅可能就係有一些狀況嘅啦，要去控制。不過有啲位小朋友唔係哦，佢哋係較蠻皮嘅哦，就會講天生就是比較頑皮的，咩唔係講有嘛個？佢個係有醫生監聽啊，監聽講佢個係算嚴重嘅溝通。嚴重嘅溝通，嚴重嘅溝通一天愛藥嘅，一下斷藥是冇法度。做乜超過？佢一年冇事做嘅，唔知做哪去，做一錢唔掂嘛。哎呦，千難。有的你上時愛讀定其他聲音，愛寫功課啲嘅話。咁我讀落來，兩篇的做題，簽了兩位，兩都有搞到煩的。你沒有辦法跟學校反映說，我唔會搞一種誒？做唔得啦，做唔得。基本都唔耐辦出愛量。佢咩講比如講你1年生、2年生本島，han拜到佢3年生佢申請改特別班，其實會難可以搞，唔過。將落來嘅時間就愛嘅，就是常態分班難用。你一下有乜嘅事情，有乜嘅狀況，是夾愛打天花板也愛。
两三类。哦，要紧急联络网安用。哦，这个没办法。伊下迄某州天然是出事情呢。我一直注意起来啊。哇，没办法，是你的那个业障啊哈，你就要好好的把它消掉。老师是一个天职，天职。你本身也要亲爱生人呢。哎呀，故说我唔会讲按用亲艰苦，唔会，希望讲做得帮助佢哋，佢哋按用佢咩唔係感恩呢，佢咩當無奈。對啊，你這付出較多心啲的。可能其他嘅同學沒有老人聽書，看一下。所以潛解下精靈呢呀。這像人家講的是較罕見的一個這種疾病呢。可能比較要吃藥。有沒有真的就是他其實很正常，但是他就是蠻皮，有啊，就是很北藍的。有啊，佢跳鬼啊，上課見功法，冇去參與。按老爺講回來做。按給出行人去後拜，來講，那你不做，你就站在後面。他我要回去做，叫佢將來錯。那老人唱反調就錯。佢跳鼓嘅嘢。他講還有乜個學生嘅要移民夾福記啊，親戚啲皇親國戚啊，有啊，是國中嘅嘛。佢嘅親戚都喺國中教書。古時候我家下係教佢哋唱歌嘅，唱客家歌。叫當先講簽費呢。那個簽潘約啊，潘尼，還其實然後我嘅潘約，佢攞個音響哈打開來，然後喺 CD 佢設個數字按簽呢，佢可以轉。CD 啊快啲咧，然後紙咩啊快啲，幾台瑞灣啊，佢當。就是為了給副卡溝通一下。有馬記嘛？冇好，有啊，有老爺講啊。搞不好他想要當 DJ 啊。係啊，刮碟，打碟。對。我老爺講，你看，你就這樣就把我的弄壞了，怎麼辦？他說很好玩啊。倆小朋友真給氣。哎呦，真的。就是自己有自己個性。有難搞的學生，也一定有難搞的老師嘛。係啊。不是難搞，比較有規矩嘅先生。有規矩的老師，像人哋嘅有冇秋夏先生啊？秋夏老師應該有。應該咩讀到青島嘅，各式各樣嘅學生嘅吼。教書教研究嘅。當到啊，個學生誒，一家冇來上課，驚佢扣年學費啊。扣年學費。伊就講，伊一家冇來上課，先生啊就要去上課啊。佢一家冇來，佢講佢幾多堂冇來，佢就要扣佢學費啊。就啱嘢咧，要讀到啱嘢。還有學生係唱歌。佢自家自動會扣住出嚟啦。就算兩堂啊，咩八切講，今日冇來上課，錢退還佢。哦，係。係冇。係啊，一家冇來，咩個係冇來上課啊？誒。如果像你去合唱團去出去表演啊，唔曉唱，平常是上課唔認真，都係教書記嘅。真佢上課出去，佢再用去合唱，佢又唔曉唱，起條錢。係師佬佢講你起曉背。唔曉唱係起條錢啊！其實起條錢啊，佢唱方面啊，當到啱嘅學生係有啊，所以講乜個難搞學生全多啦。對，我就啱嘅情形。係啊，咩啱乜計較嗬？會啊，佢一間冇嚟上課，佢一扣錢啊，我講梗唔剝落錢唔萬。咪黑緊而家省，所以咩人講？咩嗌叫咩冇去上課？輕易一間冇嚟上課。佢個啥切價高先嘅問題。可能都較省，上我扣一點嘅算一點嘅。他是個要尊敬先生啊，對，先生冇輸幾多錢，然後搞那麼多東西。這個只要付出很多的心力，真的。因為特隻生人呢，全部要了解佢個性啊，佢愛用嘢，韓國佢有乜嘅動作嚟到，全部當然愛登記啊。辛苦了，辛苦。辛苦了，還是不能想講，周先生會不會誤人子弟？不會很親民之的。沒想到這麼有愛心哦，安好哦，他錫生人，錫生人，錫字啦，係啦。哦，有愛心的先生，謝謝。好人一生平安呐。是夢，他們都搞到乖學生誒。係啊，希望啊，係嘛？係啊，好，安子謝啦，到家啦，謝謝啦，哈，回座休息，好了，回座休息哈。太簡單啦。哦，真係有搞學生嘅冇人改嘅。係哦。來殺下來。殺下來兩位學生嘅聽錯清楚啦，林贊義先生。先來彈一條歌誒。好來。
有讲过无？以前个做理事长的时候，没有办个国创比赛嘛，就个学生他们年纪比较好睇，来学200年呢，其实上到去比赛，轻强，不用3个字的，个带个平板全国传到刷，无边缘。山过了来爱那窗就开了来生莫来了来等都2、3了来讲等到了3战役欣赏后，林老师，林老师哦，哎呀，用白，用爱，博士间了就创歌创的时候，感觉当上手啊！哎呀，咁喎，你接落係咪上手？係啊，他講按縮落嘅，也就喺舞台啊，對咪？按要個啲舞台當表演都按到深夜嘅，搞按到學生嘅，係咪上手？因為山歌嚇，你一般嚟講都流行歌較多啦，山歌就較少唱啦，舊唱是有啦。所以唔搞創咧是搞流行歌較多呀，搞傳統全部有，全部都有，全部輪流啦哈。就像倆現代化嘅哈，人家就去環境哈，唔單唱搞客家歌啊哈，學生嘅就會變到冇按專業按導啦，唔就一聽到有促用用下嘅歌曲，比如講關於好多客家嗬輪流一樣來搞，像有個南電嘅歌嗬，好嘅歌，青島演嘅好好，真係，查甫人嘅暖呀，我咪做啲發記憶啊，嗰度講也就設假講嘅搞嘅，也學生嘅講，老師愛上學。樣樣都有哈，比如講線上咧就教嘅哈，變咗輪流教啊，你無輪流教啊，學生嘅學一隻一隻嘅小聲聲啊，就變係樣。真嘅咯，除非就像按到嘅線上嘅就會學，叫做專業教啲傳統歌曲，嚇。但是我就講一隻環境嗬，冇法度嚟唱，我哋就做到延續到30-40年嗬，就會因為按樣嘅關係。多變化，你看樣我都搞嘅神態跳嘅，你好，流行嘅咩做得搞，好都照睇嚟啊。冇錯啦，即係要到嘅線上學，佢一當專業嘅喺度按搞按樣嗬，所以我哋再次嚟什麼睇教咧，台灣都好。當堅持嘅就會嘅種嘅教學嘅精神。對，你真係要選歌嘛？那你教學差唔多30年，應該要嘅吧？30年。啊，你加起來要超過1003年。應該要呐，按多年咧。超過啦，啲人嗬，因為人哋就教啊嗬，唔係單唱啊，就像我哋就30年嘅教學經驗嗬，除了單對單嘅，我單對單嘅教咩教動多啦，但是主要係乜嘢就係傳統嘅韓國嘅流行歌嗬，你落客家歌然後帶落去嗬，就愛帶學生嘅。
嘿，但係學生誒，佢變成先生。開枝散葉，所以錯那係去嗬，嘅我一算唔算幾多嘅啦。哇！哎呦，子子孫孫誒，難怪人家都冇條路段，從冇咧。冇啊，強用咧，他很喺清風嘅先生，從高到按多年，聽說有讀過他比較難搞嘅學生誒。哦，一度啦，一度啦。人講嘅嗬，老年啦，73歲子，嚇。嘅物嘅變化就有脾氣啦，好多打拍來啦，像聲音嚟樣嘅啊。就像家之前話先生講嘅，幾高講，我日禮拜我冇來上課哦，推前冇嚟哦。哦，個要啊，嚇，咩要就會嚇，講唔得咯，啱唔得咯，係啊。你講嘅幾嚇，幾個哎呀我打拍來，哎呀都唔來了。哎呦，我要罰錢嘅，你話係嘛？即講呢度一樣嘅啦，所以你做先生嘅人嗬，特別咩話看情況，呢度嘅排嘅擂台啊，本下，咁擂台咧要黑檔嘅擂台，一要黑過嘅啊，時時送嘅一要啦啊，即講一安尼嗬，要做青島嘅，你要老人家強下，老人家你要強下嗬，30人嘅40年，嚇，都當有經驗，老人家叫佢當好嘅經驗，根本錢都買唔到嘅。哎呦，最想係特別唐家節目樓嘅小強啊，係個 sales 哦，嘅唐到嗬，我繼續我上去談。那你就亂講啊，太破糖太多了。小強老師不能是懂好高啊。係啊，係講節目啊，他有他爸爸的真傳。係啊，唐家嘅不是偷生的，開始唐兩啥嘅手法係就拉沙咧。手他好衰啊！睇我哋啊教學千本係經驗嗬，印象最深嘅嗬。就可以一隻啊3批團體地位，我有小圈圈。哦，寫人權嘅嗬。我分派系，係冇。即分派女嗬，都係用辦公咧就睇下嗬，如果幾位嗬叫哎呦先生用對佢下好，哎呦，係咪幾高了？好同多啊！但是嗬最離譜嘅一件事嗬，就係我喺苗栗嗬有一隻沙旗，我搞嘅過後嗬，就講半年嗬，我老幾啊就兩兄弟啊就當熟師啦嗬。一隻阿哥，一隻老太，一隻係理長，一隻係理事長。哎呦，講得真清楚哦，先生。你安尼嗬，迄講他講他個都地嗬，合作真好，但是嗬，你讀到嘅一隻嗬唔合嘅啊，嘅事模樣咧，哇，咁樣嘅嗬，即係都搞唔叫嘅啦，你啊。兩兄弟呢，兩家病呢，為到財產的事情，哎用兩下鬧到嗬，哎呦隔離去了，哎用上馬係馬到嗬，上課也就當，哎呀嗬，兄弟鬩牆，真的啊，連上課都被丟嚟丟去，哦，所以我講，跟人家做先生要用辦，所以哦，我哋要做你講下，哎呀，係當冇叫你。唔過像先生用教嗬，唔單止係講教客家嘅鄉親朋友啊，咩應該青島唔係客家嘅朋友，假使做嘅客家嗰樣用辦好。啲學校青島係用嘅學生嚟嚇，即講係一定按照教學嘅一條嘅經驗上，好多人嚇，我唱客家歌，發聲客家就較困難，較困難。你客家人學好多番嚇，講啥物地啥物攏。簡單嘅啦，嚇！但是你講嘅，客人較有安尼語言嘅天分，但是佢度講嘅嗬，千難嘅一集，T 嘅發音，踢，即落跳拿，跳發唔出，佢啲搭擺都跳嚟跳去啦，係千嚴重嘅啲牙嘅嘅亂麻好多嘢咩？啊，搭擺啲好多麻，係，佢會講，家同嘅賓嘢佢都會講嚇，但是最主要嘅，人太太本身唔係客家人，哎呦，哦，真係啊，人家人唔咩啊，哎呦，哦，佢。講係嗰個行係教學家嗬，即講留學生嚟講，我特別講咗跳，冇得輕劍啊，輕劍，佢講好多話講關嚟都係，所以輕有講輕劍，輕，啊我跳嗱喺本係上到，好多話低進來客家話，物件踢嚟，就踢嚟踢。老嘅要奶床係用就做得好起來咧，哎呦，但是如果輕劍啊，真是他講嘅話，咁樣去跳，冇喺個嘢仲冇爭，都爭嘅，哎呀厲害！你咪講啫啊，你講啲幾花間學跳哪跳，就用踢嚟。
跳舞，你要用那种方式哈，你看这个是诀窍嘿，啊，你把它教出来，那其他老师学一学，那你就完了。太强，按照青花的传承啊，传承，唔晓得咧，其他出去那边都好过哎，看你节目就好多嘞。对，有一些老学生难搞了，对不对？但是有没有一些老师乱搞的？啊，你唔要睇节目当中讲我哋，真的，你们剪的，真的讲哎，讲出来结果冇剪的，大概都要挖洞给人家跳。哦，好啦，什么在欣赏分享啦，希望人家继续传承啊，伊啊，正经老朋友多年了，真的。还看到还有跳戏都行。什么？之前我跳个病跳个20年啦，是70吧，系啊，70跳个20年90人了，哎呦，对呀，我差不多70-80了，哎呀，用啥都跳50年后了，还有做的，好了，希望大家这个继续传承哈，客家文化，好，希望大家，辛苦到了，真欣赏讲真的，我特别刚出头的时间，大家去用时咩客家的歌曲文化咩非常的深行。我那时候就听他在就很多录影带，可以用这个录影带也是很盛行。用时就穿爆嘞。对呀，可以用时唱到唱个客家本色，同山过退慢。莫半点钱，山盟大表冈山冈天。你干嘛要用错？是七爷八爷的心态，是不是 ？style 哦，动作很多，顺了哦。OK， 好的啊，杀好了呀，杀好了不得了了呀！你的心头好，你句话心上带了我打个狗 Q 哦，是我心头的痛。酷利勇，你好，辛苦嘅利勇，酷利勇，你要讲李三勇的故事哦，好罗巴酷利勇，
唔好用火炉花讲好哦，真用火炉花讲。大鸡巴炖呀，最好出来清这真难谈，个口沫风呀，展毅老师讲，在一起上搞的，给得意门生啊，乱讲，乱讲，来本在一起上。要跳歌咩？新秀演唱，哦，当秀演唱，第一排堂洞，当初迄创嘅第一排，天使双运动迄第一排，哦，真劲哦，哇，哦，係啊，你啊，首歌曲我有2秒，千多年喜歡呢首歌曲，因為呢首歌比較較少年唱啊，啊，以前是講平板山歌、落山歌，但是唔係講平板山歌、落山歌唔好，啊，越咪咪空讓我唱出來，喊擺是問你讓他唱，冇搭擺是唐龍你唱，這啥愛咋？唔會吉他好也會吉他啦，係要下時間。很多事那風啊，愛住來喜上路啦。我唔會假呢啊！我唔會假。但是那個裝飾音冇按到哦，欣賞就會欣賞啦。所以我今日欣賞就來講一下甘苦談嘛，對嘛？啊，甘苦談，所以他就唱一個苦力娘，哦，那真的很苦啊，是不是？當老師辛苦哈，英國沒有神奇的事情吧？係啊，神奇有哦，有乜嘅神奇嘅事情？除了家有廣告嘅學生嘅嗰種嘅呀，乜嘅唔叫錢嘅以外，叫錢嘅以外，沒有神奇。因為阿冇結構哦，奇怪哦，會有中國客家人親上強，我嘅高薪嘅問題咩客家人問題？一期來講，比如講一多年3000的人咯，一期唔會，甚至堂哥也就1000塊年啲，啊便宜啦，係啊，你客家就會3個錢難創嘅咯，啊唔過所以你就鼓勵嘅興趣啦，一期1000的人，啊期100冇來幾多1000塊，差唔多就8塊啊，所以我講你賺你，我就1000塊萬你，好啊，哎呦，真係，咁啊，神奇嘅事情有啊，你像你。以前係做理事長嗰時，沒有辦個歌唱比賽嘛，啊就個學生，他們年紀比較較大，啲來學2百年呢，啊佢就上到去比賽，啊上到比賽時間，佢從咗編個3個字嘅 CD 帶，以前冇唱你啊，有乜個 USB 冇乜個，其實編 CD，一編出嚟輕強。編3個字嘅個帶嘅，就平板長條穿到甩，唔會變形。比如講，你講你頭前3個字音樂編出嚟，我切都出3個字嘛，係冇強用。長條穿平板穿到甩，嗰真係強。啊，嗰我要唱評審員大概都少嘛。除了這樣子唱有展毅老師都特別會哈，然後太可笑，啊我喺旁邊，因為我主辦單位，因為乜嘢事，一下來嘅係咪懵嘅？姜先生，咁講係唱兩樣辦，這麼強，這麼強，厲害，3個字從頭從平板從到順的，哎呦，唔會變形嘛，看到都你好多嘢就唱，佢冇講，哎，倒車先生，他扮藝就係用衝嚟啊，手下先生搞藝，像你做動比賽做評審沒有認真嘅人，佢係現場判就，啊有行啊，有個學生嘅，佢學老年嘅，佢沒有啦，學2堂，因為學老3個。好，去個做動嘅步驟講3個比賽，我記得嗰陣時嘅楊琴子前幾場先生啊，啊佢唱佢每次佢唱嘅唔啲啊，啊反過來看，個老師是因為老3個唱嘅個歌版咪啦哆啦哆，啊哥，啊其實佢勁彈，對嘛彈。佢種因為佢因為一長條啦，多咪啦多咪都見行，啊其實真嘅先最去比賽佢冇啦多咪啦，啦都其實長條啱嘅，然後佢反過來看個先生，啊自己長先生講唱啊唱啊唱啊，用啥對看啊？佢種你彈啊彈啊彈啊啱嘅。啲舞台燈腔啊！真嘅舞台燈啊，係啊，誒，個觸動不就講啊，我個個喺度拍呢啊，我啲電啊都現場嘅，親神奇，神奇神奇，個其實真嘅搞，各用嘅狀況，睇起來係啊，你彈啊，你彈啊，你衝啊衝啊，係啲不知神奇的哈。從搞好咁多年吼，咁有讀到嘛個很難忘、很奇怪嘅事情。哎呦，難忘嘅事情哦，很難忘嘅學生嘅，講起來都心肝有感覺啊！哎，有啦，咩一定嘅想咩？當然啦，對啊。
讲起来吼，这有一位先生，其实本身也係福教嘅先生，上我對愛啦。不過其實本身是有朋友嘅，可能不一定。其實我對呢，讓你做小三就對了。有朋友啊，就兩意思嘛。有沒有的？但是也不是我們喜歡的對象。這個老師唔抵死咁強嘅，是下黑很到處去攻擊人哋啊，所以人哋係。我唔同意，因為就是毀了你。因為我要攻擊他，強到我要暗嘅情形，係相信就要多多暗嘅情形啦。冇呢，我講呢件事情，我哋講下先講下溫馨講感動嘅事情啊，去年佢多嘅時間哈，我有個姐姐，不是人生的，佢是林聰大哥的媽姐。林聰大哥，鑽石亮晶晶，那個林聰大哥，很好的朋友哈。你為什麼會知道？那麼年輕？聽阿爸講下寬啊。我看林聰大哥已經應該現在80幾歲了，80歲，連當初存了50歲人講嘅呢。啊，個大姐哈，就去年一個本身身體唔好，我去年開過了嘛。因為這種人哦，嘛個沒有一塊愛哈，當多朋友一塊愛。真的哦，哇，對，然後啊，這樣是個大姐，佢本身身體唔好，唔過佢窮，佢走神。佢是愛的，帶人攀個叔叔，其實按件平啊當係聽見愛開多開說，佢樣賺去，所以我真感動佢個安部吼，要做嘅係前日安部要通係。我看人冇一天安好。係啊，對咧個福建什麼個吉星特別講，安尼世界個吉星嘅嘛哈，佢去買一碗燕窩，1200塊。哇！本來我說唔落去，因為前日要開多冇個心情，是啊。聽見嘅佢度佢說到哇，好清明嘅風，心情就好咧。跟住人佢要賺你拿個衫褲號那個很好的嗰種嘅資料，嗰種嘅衫褲俾人做，啊佢不然龜皮，龜安部你都艱苦嘛，幾多安尼龜皮就啷個，嗰心乾淨啊，不少人些係照顧。當然係學生嘅青島對係親好嘅，還是講你勸人來比較下，不然你要感覺嘅。像姊妹咁樣啊？誒，乜嘅姊妹，像媽媽照顧妹咁樣，他們80人啊，其他60空嘅啲呢，對嘛？咁有60空嘅冇啦，高以前有啦。60較重啊你啊！冇，很後生。對啊，永遠按這個感覺，這個前後生按嘅心情，這個感覺上就甘心嘅，真的，我相信大家都有感動嘅事情啦。你要是分享台灣人啦，做欣賞係很用吼。對啊，所以嘅乜嘅各式各樣嘅學生嘅都會讀。對。哦，希望就下欣賞嘅分享。好，安子 C 啊，大家謝謝，大家兩個分享哈，安子 C 安子這還太好了，對啊，唱到一度欣賞嚟，安尼分享嘅喺度唱歌，佢哋人生嘅經驗，但係唱歌，好，呀，加前面幾位嘅年紀，就較資深嘅欣賞，也很分享也比較後生。三音體系嘅名師發聲，帶嚟好聽嘅歌曲哦。有一半我在做家庭訪問，當我們家門打開的時候啊，覺得哇天哪，來到那個大自然的叢林。打開門看到有飛鼠在飛，然後有蛇在爬，還有蜥蜴。對，那在哪裡啊？在家裡面，在他們家打開，而且他們是電梯大樓哦。哇，真勁誒！打開就是這樣子。大家下去到體育學期的時間，從愛上課上，愛專攻了寫黑板啊，好，有條時愛寫拼音本記就好，那專攻寫黑板有些會有3-4個垃圾跟紙團丟我的頭。愛
萨米勒，莫萨拉就落了你那。阿莫伊面呐，爱神嘞，古切啦就算了你那。哇，神阿力青苔哦！你唱我的歌哈，这我的主题曲，给他扛棒哎！我一成日都会冲嚟就嗰年，我冲定係用版。T 數啊，T 數漏閃過哎。咩眼 T 擺就衝哦，這大家入門歌曲知道哎。唔錯，入門歌哎，最經典的。哎呦，哎，你是學校教學生還是？坊間教一些課都有吧，都有誒，都有啊。哦，點解搞下晝跟安補條會搞一狗衝版呢？早上時間我在國中教書。哦，搞國文啊，是教國文，是，真的，哎呦。就是一表人才，你知道嗎？我老師就這樣，是正式聘請的老師。哦，沒有，我是1年1聘的老師。對，1年1聘就是1年考一次的老師，代理教師。代理教師是哦，就是其他老師都沒閒的時間這樣搶一樣。沒有開放缺的時候。對，我1年1聘，就是那個老師缺沒有的時候。我1年就考一次，就是1年就是做正式老師要做的事情，一樣上下班一樣的。哦，那如果老師都有找到老師，我就要找別的學校。哦，這樣子。對。個搞嘅有他們給欠老師的時候，他們就開放名額。對，那是要自己毛遂自薦還是怎樣？對，要毛遂自薦，然後去考試。口試試教。試教。對。那試教，就是試着去教課，試着教課，就上個20分鐘的課。還好，老師覺得不要被誤導。對。哎，你要搞好第8度，聽說有讀到青島嘅，因為你教好多不一樣的學生。冇錯。啊，有一半我在教那個學生的時候，會覺得他上課的時候呢，他一定有一個習慣，就是他一定要趴在椅子上才可以上課。他就跪趴在椅子上這樣上課。然後寫東西也要跪在椅子上，對，跪在椅子上這樣子上課，這樣才會寫，對，比較習慣一點嘛。字都懂奇怪嘛，所以我就做家庭訪問。然後當我們家門打開的時候啊，覺得哇天哪，來到那個大自然的叢林哦。真勁嘅，它裡面呢，他們家是擁有一座山就對了，差不多了，山裡面看得到都有。你交到地主的女兒了，兒子了，大地主。真勁嘅，打開門看到有飛鼠在飛，然後有蛇在爬，還有蜥蜴。對，那在哪裡啊？山在家裡面，在他們家打開，而且他們是電梯大樓哦。哇，真勁嘅，打開就是這樣子，很可怕哦。你不是在山野？電梯大樓一般的住家，對哦，他們家就說我們要讓小孩生活在跟大自然一起，所以我們倡導這樣子的畫面。然後更奇怪，這連小孩子在家裡呢，幾乎都不穿衣服。哦喲，真的，他們覺得很自然，就這麼刺眼，就是啊，也對，就是與大自然，就是說像真嘅。你們吃眼跟一鋪分兩種感覺就出來。對，他們覺得呢，不一定要就是讀書讀很好，可是呢，我們呢身心你要跟自然融合在一起，這樣子。也是有這種。他就去讀森林學校就好了。哦，真的，我有問過他，當初有想
就是那种森林小学啊、国中他们有，但是呢，因为路途太远，他们就不要。太远了，没有很多是那种把小孩就丢在那里啊，大自然都要走很多路的啊。对啊。哦，我觉得还好是他们父母亲还有穿衣服啦。真的可能也没有穿，老师来了遮一下。你怎么知道？搞不好真的，老师走了以后他就脱掉了。真的很难忘。我好束缚哦，这样。这个我每次在研习的时候都会拿出来讲，他们都觉得很特别，对，很惊讶，怎么会真的这样子？真的，那有遇过什么很无理的那种学生吗？有因为我们上课的时候，其实我们在打分数都有分为2个，就是态度跟他平时的那个考试成绩。可是呢，那4、5个学生，他平时表现成绩真的很好，但他上课态度真的很不好。要上不上，要坐着就是这样做，要不然就是翘脚，要不然老师在讲话，他就跟你回。对，你一句他就3、4句回你。举一反三啊，这样不是不错。但我没有办法对他怎么样，所以我只能在他最后平时成绩的时候打低一点。但是他们的所有的成绩还是都是优啊。我们那个现在只有当等地，就是优等。现在看不到分数，几分几分。对。可是他们老师看得到分数。导师来替他们要分数。很奇怪。还有这样子的？对，他有塞钱给老师来要分数。对，这是跟导师的考核有关黑吗？没有，因为那个学生他们觉得他们其他各科的成绩都很好，都大概95以上。他觉得他拿到90分，他觉得虽然是优，但90分他不满意。这欣赏也讲好，对，欣赏也没欢喜。也来替他讲话这样子，那我觉得就很奇怪啊。这样有点不尊重你。连学生无理，我觉得那个老师也很奇怪。所以那时候就觉得心里很受挫啦。真给。是因为老师对这个学生特别的爱戴，都有心对，那4、5个学生，他都觉得他为他们班上真的很争取了很多荣誉，因为他们体育强项，体育班级，对，所以就对他特别好。公正给他哈，有时候家长比小孩还难搞，对，干有赌到2种嘎中，无理的家长，对，恐龙家长，有一次教到了那个我们家长会长的小孩。拿中飞耶，那个就很有力，很有权力这样子，真劲哎，他都是出钱出力的呢，真劲啊，所以你不能对他怎么样啊。但是他小孩就是有一次在打扫的，有很多次打扫的时候一直在恶作剧，拿水喷人，或者是呢拿那个刷马桶的，就跟同学打来打去，然后就稍微跟家长讲一下，说他可能有这样的情形。那个家长会长就觉得我小孩子怎么可能做这种事情，他就花时间偷偷来看一下小孩打扫。他就看到那一幕，他小孩是乖乖的，他就开始去散布谣言，这样，跟校长讲，跟其他老师讲，说我去讲他小孩的坏话，这样。讲给他小对啊，哎，那现在有手机啊，你说的录影存证对不对？对啊，小孩那个没有。我的身份，我也是1年1聘的，不要这样。所以就原来下来就出来了吼。像那用教好上的，他会读到2种事情。米勇这个，还有米勇老师哈，因为老师也有教学校的学生，他是教国中嘛，对，他是米勇这些小学的。我全部有，全部有教到，没有教。我幼稚園韓國小學，國中全部有。我要讀到一擺，就國小的生意嘛。從底下佢功課全部寫出來，還是講突記到去運動片，去冰封嘛。結果冰封，3、9、4、9的生意是魯道的呀，魯道的偏跑道就挫傷啊，挫傷想講一下沒有冰好咧，夾突記的狗藥的，結果呢，佢講。老師，我不要擦藥。我說要啊，因為你受傷了嘛。佢講，我現在不會痛了。佢講佢唔會痛咧啦。佢講我冇膏藥嘅，一下佢又走去搞咧啦。古時我都冇加過突擊去膏藥，係想一下病好，佢家長要來接嘛，將老佢講今日發生嘅事情嘛。結果呢，你下讀到病好咧，開始卡排列是吐到嘅。學校太門去，等佢藥嗰啲都來接。我一轉眼，其實本藥嘅接走咧了，我都冇老佢講到。結果我看20人嘅全部等本藥接走嘅時間都5點人咧嘛，5點人咧，故所我轉去我也冇老佢藥嘅聯絡。天一日
我还忙去学校哦。朱军是大天发了，老师，昨天某某学生发生事情，你知道吗？我说我知道啊，我当下我是有老给扶起来，讲我个样，还有老朱军讲啊，朱军讲，现在事情很大的，他的家长呢？大声咆哮！哇！他说他现在要投诉你。咆哮，大声咆哮了。对，然后我就说，我冇老自己家长讲，迄我也唔錯，係非常實啲。唔過佢投訴我要本佢投訴啊，我冇法度啊。哇！因為你係做先生啊，佢專心用文老也會講，你唔啲。唔過佢當下佢講，佢冇去過約嘅。咁你有嘛扣嘛個分數啊嘛？就都幾個啊嘛個有冇？學期嘅時間，佢會高評分啊，高評分佢會評講，你啊先生做得繼續教下去啊，迄講做唔得啊，高評分呗。哎呦，要做先生咪唔。唔好講正經的哦，跟家長正經，愛留欣賞保持良好的關係。對呀，跟小朋友長得好。現在都有群組嘛，對不對？有個賴群組嘛，有嘛事情就說在直接溝通的呀，係咪？對，就怕那個不就講有誤會誒，對對，你好像很多苦水想吐。改天有機會哈，如果有這個主題，再來好好的抱怨一下。發吐。好了，謝謝，謝謝，謝謝哈，好的，好，真的當老師不容易哈，辛苦啊。對，接下來這一位哈，好像他當老師當在樂在其中哎，對啊，我看他過得很開心。有沒有親厚啊？對啊，他好像都會把他的學生弄得服服帖帖的，感覺上啊，我不知道他那個造神的感覺。我唔知佢乜嘅甘苦談無咧，等他談一分享呀，歡迎錄音欣賞帶來不同的歌曲哦。对啊，茵茵老师应该没有碰过什么教学上的困难吧？摸吧，摸了哈。有诶，有咩？人家有啊。知道唔感覺應該對人學生會搞得服服帖帖的，係咪？2下啦，因為青島風帆嘛，倒吃甘蔗。哎呀，你搞好幾多年咧？18年。18年。哇，沒救。沒28歲。哇，你把整個，哇，10歲就開始搞，你知道嗎？天才型的。研究所畢業就開始搞。研究所畢業就開始搞咧。哎呀，18年咧。錯。咁開始搞嘅時間應該冇衝2下。該東西搞嘅時，其實雖然動緊中個。
动挺动欢喜，很兴奋，所以满腔热血。总算可以当老师了。对。然后我的第一份教客家歌的工作係伫學校教國中學生啊，係喺街當時去教一些動歡喜啊，所以準備動作治療，喺逐擺去上課就台報、社報、八點啊、寬點啊，吼。你們剛剛用考的嗎？同嘅係，我在街當時美訓強的那個。客委會的那個新傳師證照，李信強，然後有那個才可以去教嘛，對，然後我那時候特別去哦，就係我就會想，我係教乜嘅，香港我會帶動到冇強用嘅客家歌，我所有歌數嘅重編，嗰下我冇按到字眼，我哋啲要填詞台，動到音做得填數，所以自家全部係嘅重編，全部自家花錢買，所以我咪要羅歌重嘅。你現在有講啊？然後我還有，那就是你有蟲我就有收集到，我就會幫大家睇。我有蟲啊，唔該誰冇人講啊？咩黃連玉的。有春到呀，走。我還有分享過萬梓良唱客家山歌。萬梓良有唱過。我還買到他的唱片。真的嗎？有。資料小錢都很齊全。係，我大擺去唱片公司就係簽客家歌曲，入嘅我就買，我不管係馬賽。反正都係介紹搞本。對，像這邊所有老師有出唱片的我都有買，全部自家研究過後，將來教學生一樣。對，還用輕音紙啊。我遇到一些就震撼教育啊，因為係國中學生啊，我該見學教吼，唱學教算下，可能30-40張，冇10個客家人。哎呦，全部老客家冇關係。唔係客家種嗎？唔係河洛種。係，喺我見到每我長啲講，該當時開學滿日張年，咁講我係提示解先生咧，冇人嚟教。溫哥西沙咧，係教就走咧，教就走。教唔下意思。係，學生幾多當。你張邊音昂昂，覺得好像很好玩。滿腔熱血，對，就很開心，很興奮，這樣去教。真的。係啊。結果嘅學生啊，又唔係客家人，又冇嘅興趣嚟學呢種東西。冇，從我上課上下哦，我要梗係國中學生嘛，我上課上下，因為班我本學生學到，我曾經學到供養呢。佢就緊撲該走嘅，一直拍桌子。那因為我以前我沒有去國小帶過音樂課，所以有過動兒啊什麼這些來讀地。然後佢就緊撲咗，我學到我就問其他學生，我講發生咩事情，應用班咧，就是不是楊巔峰還是什麼？他說某，他說老師你不要再唱歌了，你不要再講客家話了。好，佢用國語人來講，莫講咧，莫講重咧，佢講用班用，因為好佢就會受不了你放的歌，他起檔了。真的假的啦？因為你的歌還有起檔的作用。因為我弟弟爸爸係個西公，就是廟裡的那種廟的那種。結果真的要改，對，給調絲的吧。對，那我就說，那你就整堂課不要聽。對。那你就叫他出去。沒有不能，我們不能叫學生出去，因為你很給出去，因為我們那個是社團時間，那你叫他出去，而且國中生發生事情的話，老師要負責，或者是他去投訴。問題那他不要聽，他就聽得到啊。對啊，所以他就一直拍整堂課。學做咁樣。係，韓國我辦紅入動到係，就是那個是社團時間嘛，我去一些該高中貼片來。我給辦紅讓我講，還幫我做開課典禮。佢講吼，佢講老師你是全校社團，然後我們學校才300-400人，我們就20幾個社團，你是全校社團學生人數最多的，有到50-60個，我就非常開心。後來我才知道。其他社團老師不要的，你去懲罰他，你去唱客家歌，對，就全部不愛。他就一百，本來40浪沙亭，怎麼忽然變了60幾個，爆滿，莫不一口臭。結果是他們惹舞龍舞獅的老師生氣，所以舞龍舞獅的老師整班帶着來給我，然後說你都出臭的，你要怎麼在聽筒？一節課懲罰你們。我聽的其實
哎，有很心酸哎，那好像说这个好像很次等两种感觉。对啊，上客家歌好像是觉得很欣赏被本人欺负的感觉，哎呦，不错吧？该弄是很容易，不过这还不是什么，这还小 case。真的，我打白喜送口是什么学校？怎么这样？不要讲，可是我后来教了5-6年呢。对啊，因为有很感动的事情。就是我刚还去到体育学期的时间，我就想讲办红安乱啊，吼，那个办红嘅，从我上课上，我全国咧写黑板啊，吼，就到时我写拼音本记得好，我全国写黑板一些，会有3-4个垃圾跟纸团丢我的头。丢爱头呢？故意的吗？逃学威龙对啊，真的，那个是周星驰的电影看太多了。可是因为我犯过了，我没看唔地马莎，那该当时就当阿兰个，就想讲我就感应了两个没唔地用改30号，而且这是我第一份工作，我就想讲唔怕原定你好去教学，我就唔会教咧。好，喊特别我去学校上课时，会经过个学校门口，特别就入。古田街2-3只家長，或者學校門口搭最久，好，他繼續會講，一直到入月班，我才談的是哦，原來他們其實是在校門口聊天給我聽。我喊落學生，我會聽到佢哋講，真奇怪呢，是客人啊聽無台語，還是安怎？都甲伊講到遐邊啊，佮一直來。哈？就給老唔係關係，就是政策問題啊。冇啊，他冇就講，每次去都有不同的話，冇就講，就學生啊，有人起動啊，佫在笑，奇怪呢，那種教袂曉，唔是做老師佫教袂曉，就是就會講了的。我到白起的時間，和教學，我都很快用跑的回，就是出校門回車上，因為我知道我快哭了。对，哇，梁国昌亲辛苦呢。不是，这里这看不起我们这个族群的。18年前啦，18年前，那个时候已经也很现代了啊。张快喜，可能张奎是那时候课语的生活学校跟社团活动才刚进入校园，对，张老去搞然，和该动下就系该早。去嘅學校嘅學生吼，當到係屋下係做開嘅私壇的廟啊，或是什麼動到非常多，所以難怪會奇蹟會拍到。所以我睇啲差唔多啲那幾隻學生屋下一般哦，就5-6隻屋下爸爸就係當機，所以我睇咗啲，不過就一擺。我最每月擺上課下課，我當痛非常痛，我家下一節課漲400塊，420塊，好，還我買睇為3000人口嘅披薩，哦，搶幾條是嗎？可口可樂，可樂，搶幾條是，我就習慣到我就上學，我唔怕我上睇了解我就買來咧，喺結果大家未試到當歡喜啊，當聽吼，喺結束我走嘅時間，有一個學生就唔走，冇走，我想冇可能就因為讓我停數啦，因為他腳麻了啊，他沒辦法啊，卡吧。喺結果我就講，我就都收好了，他還是不走，然後我就問佢講，你係有乜嘅事情嗎？他對我90度鞠躬，他說，老師，我要跟你說，應該說我爸爸要跟你一起說對不起。我說為什麼？對啊，我說為什麼要跟我說對？他說，我爸爸就是每天會在校門口講一些不好聽的話的。那個是我爸爸。那因為家在學生機係學校嘅問題學生，然後可能也有一些進出警察局或什麼的記錄。他說他因為參加客語歌謠社，那個是他國中，他已經要畢業了。佢係該國中3年以來唯一一種獎狀，就是參加客語歌謠社的成果發表會。就是你給他的？就學校發的。然後上台表揚。他爸爸說他也不知道，後來那一天下課我還很期待他爸爸還是在那邊等我，我要跟他說沒關係，可是他爸爸就那天沒有在校門口。給爸爸後來可能吃到其他訓導主任就讓來講用那個爸爸那個他就說那個學生的名字，他有跟你說一些話嘛？我說
有啊。我说我想要跟他爸爸说没关系，他爸爸不好意思再来。我还以为他爸爸跑去校长室讲。因为安用去高中老主任就讲，哎呦，继续教啦，想要续聘你就对，报尾求就去教下去，教5、6年，係響後來個主任轉到拍咗學校咧，有土地啊，現人我就學校有教了6、7年，跟後代冇不用共振給你，好，好險沒放棄。很多事情其實堅持，一念錯過你百世皆非。對啊，就一念之間啊。對，因為就有一次我就去醫院，然後離開醫院的時候要繳停車費，那個時候還是人工收費，結果我就躺到入院，人來講叫。先生是蒙你張來了，我想說那個收費小妹怎麼會跟我講客家話？我就看了她一眼，說：老師，你忘了我嗎？我的客語是你教的，哇，好開心哦，都很感動哦。可是那個他已經畢業快10年，記得，通用暗講。其實真的，我們有時候這種教過的一些學生，他都他以後這樣記得起來，你真的會特別的開心。你會覺得教師生涯好值得哦。從該當時教美冇想到，起價為宋天喜為劉然啊，所以學生妹因為在臉書上也會搜尋到我，然後私訊跟我說：老師，我有看到你上電視耶！我都跟同學說這是我老師。這樣。那你現在還有繼續在教嗎？學校有，還有，我教過那個現在國際吉他或者是直笛大賽，現在已經變專業的表演人士，他們也會改編一些客家歌。你有後悔過嗎？現在沒有，但現在就非常開心，看着他們都苦盡甘來，真的，對。好，謝謝啦，我覺得很勵志誒，真的好棒啊！對啊，什麼欣賞嘅朋友，下次有機會如果聊到這個話題，再來跟我們分享，好嗎？好，安子 say 大家，謝謝哈，回這休息。團體也2禮拜嘅節目內容，係唔係咩感受到做先生嘅辛苦呢？用言語來向所有嘅先生講一聲感謝吧。稍後來繼續來看精彩嘅鬧熱音樂會哦。這一張專輯那一天誕生的那一天，我們好像剛好去參加一個聚會，聚會結束，然後我就在你 FB 看你分享的一大串很文青的一些字眼，我把它看完了，我真的非常的感動，真的，你在這幾年當中，你真的是發生了很多的事情，但是我看到你的堅強，鬧熱音樂會，今日呢節目當中有請到一位重量級的女歌手，也是我們鬧熱大擂台重量級的女主持人。佢得過第30屆金曲獎的最佳客語歌手。這個團體呢，叫做吉娜罐子，佢別好多年又出了一種新的專輯，安尼夾夾。來聽嘅歌，我相信當到觀眾朋友咩當希望，就係聽到佢嚟現場唱歌嘅，嚟聽吉娜罐子帶來嘅歌曲嚟。
无相爱병开，甘有风丝不易留下来。你呀呀，你呀呀。 有天空把他那俩一起，将梦离开还有法相爱同你过。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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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将过本来已是时间。 世界，马甲都系自由嘅，用你才给世界，马甲都系安全嘅，做的梦，留下来平安。时间做的难得你，将梦离开爱，还有法相爱同一个。是时间做的难得你，请收我一半。是在拜关子。这牛也不会冲啊！呀，嘿啊，还做的啦，还不会做的。对对，你这个你反正你自己当主持人，你就自己介绍，自己出唱片，自己好好介绍一下。对。嘛，两种专辑其实就会下了差不多6年多的时间，去甲读多个事情。两种专辑咯，小吉的路。哎呀。小吉黑矮，然后矮咒术，好个名诶，就是我帮我的左手取的名字。张开始个开音黑下，就会老鼓励去嘎嘛，因为数就会输手嘛，对，有一点严重这样子，就是要鼓励自己。后来就会Q 年的时间又读到亲人的离开这样子，鼓手就心情送给转弯。要懂转 CD 已经距离上一张有多久的时间？差不多3年了吧？3年了，差不多3年了。就是3年前那一张有得到金曲奖。对。哦，那这一张又要得了。哈，又要得了。
有得到青后啦，没得到没冇有嘅，因为还有青豆青优秀嘅，有很多很优秀的作品。不过说真的，这一次今年真的是客家的专辑真的都很强。对啊，不过我得当然是最好啦。好啦，口感说啦，觉得因为不管用版讲俩，这是很。算是很诚实的，我做我自己的作品这样子。有，其实你出这一张专辑那一天诞生的那一天，我们好像刚好去参加一个聚会嘛。聚会结束，然后我就在你 FB 看你分享的一大串很文青的一些字眼，我把它看完了。哦，真的。真的，我那天竟然把它看完了。真的，因为你有阅读障碍是吗？不说真的，我其实看到那种长篇大论的东西，我从小我某托属为人哈，根本都没想会看。你还某用的人被某托属为人，但因为吉娜跟我已经在这个舞台上已经相处这么久了，我想出了唱片，然后我看一下她的文字，我真的非常的感动。真的，你在这几年当中，你真的是发生了很多的事情，但是我看到你的坚强。因为就会讲，有时候你其实遇到很多事情，他接二连三来，没有时间去放下，你只能往前走，而且你也没有办法去防备，对，他就很多事情就突如而来。对，就会按用。古时候下两种转系的时间。就会读到青岛跟中控，就是其实遇到很多的状况啦，就是有点写不下去啊，有。不过这种时候因为不写，你那个补助就浪费啦。充点可以给，还有那会在充点可以讲，这种时哎经纪人里面有人来讨论，其实我想要放弃，我觉得好像没有办法写。不过经纪人他就说，其实你如果能够把这作品做出来，你才能够过得了你自己这一关。因为就会有点会事情，因为你创作你嘛，我们是创作人，创作人有时候就是借由这些东西来诉说自己的心情。然后鼓手可以借由这个专辑，然后慢慢去整理自己的心情，当做一个记录，当做一个怀念，然后把这个东西写下来。你其实没有做，我相信很多你的歌迷朋友一定会很舍不得，一定觉得很难过。因为他就是期待着你再出新的东西呀。可是很多事情可能在那当下做不出来。就是你要抽离你自己那种情绪，然后才能够把它做。还好你旁边有一个罐子在陪着你。我感觉我好像是猪队友。猪队友常常是他要表达他想要表达的事情，我接受不到。所以我只能在制作上面，就是尽量努力帮他把它调整过来。因为等于说整个创作的方向全部都改变了。就是说他的左手是小鸡，他右手是罐子的意思。小鸡罐子，小鸡罐子。可以这么说了。还是要难仿吧。在筹备这张专辑当中，这几年会有那个摩擦呀，跟听抽会啊，一定会的啦，对啊，因为例如说，可能我的想象跟他的想象不一样的时候，就需要大声的沟通，对啊，大概就是这种状况。大声沟通，对，是多大声？就是看什么摔什么的沟通的，有点大声这样。那么严重哦？没有啦，开玩笑啦，我不会摔东西。你他刚瘾，他刚精神，不会啦，我不会。要钱买的我都不会摔。你摔得动他吗？我不会摔他，拿衣服起来摔好不好？摔软的东西。你 Go Heavy 的作品，就是其实我们是为了作品的呈现这样子。所以没有做这张专辑会碰到很大的瓶颈吗？会吗？最大的瓶颈还是心情了。心情，对啊，心情调过来之后，一切都好说。对，因为其实很久，就是等于12月多发行嘛，我一直到10月才把歌写完。然后等于说就是很紧迫的时间，因为前面一直只要坐下来开始写，就会有很多的情绪出来。光真的。很多观众朋友那观众可能年纪也比较大一点，可能一开始对吉娜印象也没有那么深刻。主持要到节目以后，发现吉娜是一个奇才是吗？对呀。我是一个奇才吗？哪方面？影视方面？
啊，我饮食当然了，是大家众所皆知。对。狗冲扑粉，你看，就是你现在一开口，大家都是为之惊艳，所以一首歌绝对不够嘛，对不对？今天难得我们闹捏影哦，你又出新的专辑，对不对？带来一首歌，我相信观众朋友一听就抹拉烟呐，哎呀，好，再好好的创一条歌，好不好？带了一条哈，算是温暖的歌曲。哎呦。Count on you， 依靠你。刚刚那个不温暖，刚刚那个其实是写给我的手的歌。哦，枪底莫里亏啊，那也蛮温暖的。你那个手就是我上次不是说，就是你睡觉睡压断它是不是？所以翻身然后就压断。不然可能会这样。什么啦？好，那接下来这一首是看比较温暖的一首歌曲。对，好，大家弹宽了，好不好？弹宽啦。好。向已經健康的路，向已當面從淡薄，莫向用嘅法提供啊講，提升公共都會天台高。天台公園，安用嘅你沒太累，為愛老你下溝，好吧，故事同你公共嘅法，呀中不一趟。Oh baby call on you， 就會行用來的你，call on you。時間行一步兩步，行到路嘅前，要見對數位你重複走盤。Baby call on you， call on you， 你係我一生嘅伴。雖然你是雙眼卡。路上是有條絲功法，不過唔管讀到乜嘅事情，人數中冇辦法，總可批定愛嘅順紅，鼓勵總係你心態上，你係個善良嘅力量。I say call on me， you can always call on me。Call on me, call on me.
哎呦，客家天团，客家天团，真的，哎呀，哎呦，哇，从的又要拿这一，又要拿这来，拿一拿出来，冠子老师站中间，嘿，这个我会比较习惯。你说这首歌它温暖。嘿，啊，温暖，那是有什么创作的想法？因为两条歌下本来落妹，你要落妹？嘿，我听说你妹妹，因为她每天就常摇八叉，叫我写歌给她。哦，我冲击结婚，她是想要唱吗？还是？哦，她其实也蛮爱唱的，但是她太抢风头了。对啊。哦，对，听说你妹妹跟你长得完全完全不像，而且她破音很可怕。破音啊！抢尽我的风采。哦，就有一摆有唱给松头的冲狗嘛，结果他就破音了，然后从头到尾大家都不记得我唱什么，只记得他破音了。哦，他这样看到这个抢尽风采，没关系，他已经盲听过这个歌。破音我也常破音啊。哦，某空用跟某空石破天惊哎。我第一次开演唱会的时候，在那个 TICC， 嘿，然后 TICC，罗哥讲起来怎么很有那个 TICC 结果了。然后一开始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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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没嘴有没有？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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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走出去哇很帅。嘴。泛音去了，全场3000多人，真的我无地自容了，真的。他还蛮帅的啊！啊，对啊，是的，然后后面有渐入佳境了，但就是有时候艺人就是这样，歌手我们虽然是身经百战，唱过很多场所，但是你第一次开演唱会，你还是会有忐忑的心没，会紧张啊，哦。对啊，是。我们还没有开过那么大场，不知道。对，等我去 TICC 的时候来感受一下 TICC， 还是小巨蛋跟时间，哎，对，这样就在跟我们聊条狗，我自己回来。好，你转回来，转回来。下本落寞。下本落寞，因为因为拄到青岛的事情来讲发现都有讲，其实佢从细到态度都很挺我的妹妹，虽然你加严格，她很厉害，我还没有歌词的时间就本给糖2条歌的嘛，因为佢行伊无按好，结果佢就看佢就通讲，干嘛2条歌下本来嘛，因为我要佢讲嘛，佢就讲，下到脾气唔好，他听起来好像脾气不好，然后说脾气不好，好像是说我然后后来还有写傲娇嘛，哇，真的是写给我，我说你客语变好嘞，真的，就把你妹那个坏的个性就全部下出来，是吧？对啊，当然了，我这么诚实的人啊，那他能接受吗？他就哭啦，他就哭，对啊，很感动，感动啊，对啊，影片你就会姐妹就会按用嘛，兄弟还冇一听哦，不过姊妹就会按用，我觉得啦，姐妹就是会比较吵啊，no，但是互相很挺对方这样子，我比较好奇的就会冠子，你跟他认识一多年的时间了，几年时间了？今年刚好满16。我们差不多4岁就认识了。16年。当初是什么原因想要救你？什么原因呢？不晓得，也自然吸引吧。你是被他哪方面吸引的？我那时候很正，好不好？现在也不差。谢谢。哎呦，麦克风还是有用嘛，加1分。对，我会说点人话。好，得分。我晚上又可以申请喝酒了。不行。这不止人正，然后又有歌唱得好，又有才华，是，对，又有内涵。是那个求生意志，对，求生意志，好，就是被他吸引的。是，听说我上次有听他讲说，你去他家按门铃，对啊，对，然后带了礼物过去，就主动告白这样。对，对啊，当然要主动告白。你第一次那是你一辈子的第一次吗？对啊，我的初恋啊。真的啊？真的啊！哇，幸福，对啊。长长久久啊！对，不过刚2首歌了，哇，我想这个听了大家也意犹未尽。对接下来这首歌不得了。听说好像你邀请了一个特别嘉宾。对啊，里面有青岛，他算是在音乐圈很有名的一位老师。听说帮过很多线上的
天王天后级的人物，但他呛给怂人去给闷给后来一个懂。其实我们这是竹凡不及备载。真的哈，真的哈，哇，来，赶快来演。有呛给。带来什么歌曲？带来2条歌，酸菜人里的第一主打。A No Pretty Disco。好，来唱过来哈。Pretty disco, more than game let's go。他个介绍一下，潘老师是何等人物？他有帮过伍佰，还有蔡依林，蔡依林，阿妹，阿密特，还有吉娜冠子，这是一定的。对，其实像他们这种都很有才华，对，长得这样的都很有才华。哪样？人家可是妹啊很多，好不好？这可以说吗？用的不是兄弟安多 ，Pretty disco， 自信舞步 Let's go， 快乐风是有几多，很恋爱安永走，好太意，撒点用松雅的身体，好关于胸膛，做起卡给主意。你去嘎讲，你就很呀给希望，走起嘎给对数，你去嘎强，你就很呀给力量。No one can judge you， hey， 潘新伟。麦克靠手，反正我安那看都看袂下。你讲伊的生活，你讲伊外开我，你大概大概地方你讲袂使。你敢真正有正在意伊甲你讲的话，就算是伊讲你随讲，你歹到底敢差遮济？我是听伊的说。叽叽啦啦该用，谁来谁没该用，爱你去甲给用的，不是汤配沙狗。Pretty disco， more than game let's go， 人生分数有几多？我爱去感受呀，用松雅的身体，爱你现场，做起家的主意，不能去干讲，你就很呀的。你就很要给力量，最真实给上瘾，来自让你心。这边有点难，其实。Yeah， 你可以。讲着车半架，加上放荡的态度，安尼起来卡叫做够坏。我较伫时间，咱穿一领花洗水，但一只车都干得上帅。嘿，你个，嘿，你阿袂车，这做讲我适合个讲话。你家己的路过靠经过生活卡会过较松势。嘿嘿，甲你讲过，你嘛赶紧来讲两句话。爱讲心里话，你嘛听看卖家己心内的话。你家己咧看会无共，我看你起来是无胆，你到底是假？还是唔敢，请大家嘴拢是点着笑啦。做起家嘅主意，问你去家讲，你就很呀给希望。做起家嘅对手，问你去家强，你就很呀给力量。做起家嘅主意，问你去家讲。
莫去靠势，反正我安那看都看袂下。你讲伊会心我，你讲伊话贵，我不是大家听又大家听个袂使。阿潘潘新伟，好热，嗨，哎呦，这种 disco 节奏真的是，哎呦，好有80年代的感觉。来，一首歌就热了，一首歌就热。那你还要继续唱吗？那再重播一次。你穿的跟未来人一样啊，当然啦。未来人不是都这样？那我回到正常。这样比较正常。对，潘信伟。潘信伟。对，他现在都很给阿潘。还好他不叫总监，还好他不叫潘阳伟。有也不能承认。哎呦，对啊，是什么机缘可以找到潘老师，然后跟你们一起合作？阿潘应该算是认识很久了吧？因为对。主要是我们吉他手，对，主要是我们乐团吉他手叫巴龙龙，有一个原名，他们以前有一个团，他跟巴龙龙还有我们以前的鼓手叫阿泰，他们有一个团。跟大家介绍一下，潘老师是何等人物？他有帮过伍佰，还有蔡依林，蔡依林，阿妹，阿密特，谢金燕，对吗？有吗？你怎么好像很惊讶？有啊，我只想说这资料怎么哪来的？还有，我没有提到了，还有没有谁？还有谁？来，瘦子有没有？瘦子，瘦子没有顽童，好像有，因为有一些比较模糊，91，对不对？还有吉娜罐子，这是一定的，对，都跟他没有什么关系，都是加减在制作。加减，对，哇，这制作编曲，从音控开始当起，以前我是在旁边这样看，默默才有机会。是，不好意思。还有很多音乐人都是这样子啊。你说曹格，曹格对不对？他以前是睡在那个强力录音室。我原本以为要讲什么偏的，你这突然讲正经的，吓你一跳。不好意思，我们就是无法捉摸。很多音乐人都是这样子，也是从开始慢慢这样摸索，跟着一些大牌这样慢慢。你说周华健，他以前也是助理出身的，他也是跟着那个李宗盛大师在旁边当助理，后来变成就自己创作，然后自己就变有自己独特一体。阿潘其实以前也是很辛苦啦，公司也张苏斯给刚认识他的时候，他好像才从南部上来没多久吧。对啊，然后后来也是一路跟到现在。我是台南人，所以台南人，对，台南人，所以台语比较溜一点点，没关系。所以你讲台语，我们都剪掉。不是吧？那应该刚刚歌到我唱的那边就可以开始剪掉。没有啦，开玩笑，不会。你为什么这一次歌会想说要有用一个这种结合啊？因为这首歌其实就是我本来的理念，因为我们专辑分成3个部分，第一个属于不能爱七嘎本来的吉娜。然后 Reborn 就是小吉的诞生，第3章节叫做 Memory， 还有第4章节就是终章这样子。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其实这就是我一个理念，这首歌曲 Pretty Disco，就是这个世界其实爱无差别，这是我的一个想法。鼓手下2条狗尾，它其实算是专辑很早出来的歌了啦。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中间这一段应该要找一个 rapper 之类的。对啊，其实是有想找阿潘，但是他非常非常忙。对啊，殊不知他就说他等我们很久。还是大嘻哈时代的音乐总监呢。对。哇，这个节目现在很红哎。谢谢大家，谢谢。真的，我上之前没有真的啊，之前我有看到一集，然后里面有一个是客家的。鸦皮哈，自抛会飙起来，有没有？他就开始了，有，鸦皮的很好，蛮帅的，他的很好，对，很厉害，是啊，所以我对这种玩音乐的人我都非常崇拜，尤其那种可以玩嘻哈的人，我也觉得嘻哈好厉害，好厉害哦，真的。其实我后面以前有在唱，其实后面不太唱，忽然
被夺回来唱的时候，其实会紧张，会紧张。你会不会很久没有唱歌了？超久是不是？老舍了，老舍。那你要不要多唱2首？对，我们等下帮你剪掉，画面不会有那么多，可以让你爽2首。刚那首歌在可不可以教我们一下那种 rap？ 你要即兴一下吗？那种必要的那一些哈，没有以前的话可以啦，现在就是功夫可以了解人家怎么唱，可是自己唱起来现在应该会很 K。很 K 是不是？对。哎，其实像他们这种都很有才华。对啊。对，长得这样的都很有才华。哪样？哎，人家可是妹啊很多，好不好？哎，这可以说吗？可以。我刚看到他旁边跟一个妹，好漂亮哦。对啊。哇，这戴着口罩你都看得到。罗哥真是玩家。我就是希望他不要拿掉。哦，是哦。口罩有时候拿掉会吓到人。哦，真的。对。潘老师第一次接触对客家的东西，我应该讲到第一次上客家的节目啊。如果听客家音乐，我应该第一次就是献给吉娜罐子。哇哦，真的，我知道啦。对，因为第一次接触，我还有跟罐子哥还要找我弹过吉娜罐子的琴，就是以前表演的时候，然后那就是我第一次听客家歌。对，就是熟悉，会一直听，很久以前的。对，就对他弹琴，在他还很空的时候，对我弹琴，也算是啊，还是对大家弹琴，对大家，对啊。那你会讲客家话吗？会讲客家话吗？有没有接触到的？你印象当中，客家话是什么？其实有一些音会听得懂，然后可是有一些就真的会。比如说不知道怎么讲，C 妹安讲知道吗？有听过吧？这一句比较不知道，有没有别的？这个歌这么红，这歌你没听过？你知道谁的歌吗？你知道谁的歌吗？不会就罗斯峰的歌，各位。没有，我膝盖蛮软的嘛，真的不知道。没关系啊，他老艺人 OK 啦。老艺人，这个算年轻人认识我，算已经算不错了。他刚刚你不是说请他坐在我旁边吗？然后我们两个也第一次这样也很尴尬，蛮间接的。只要我不尴尬，尴尬了就是别人嘛。对。但他就罗大哥，我不知道你是客家人。对，不知道啊，对啊，因为罗哥都唱那个后路国，他就是他的既定印象当中，乃是从后路国嘛，他懂嘛，所以你根本不知道的是客家歌。我也唱过客家歌，像刚刚那一首《谁会安讲》，我记得，我今天开始都记得。有没有想要学一下客家歌、客家话？客家话，可以啊。可是我怕我会学的比较慢一点点。那要看没关系。那学之前，我来听一下，你跟那个罐子好像有彼此认识的因为歌场好像是过程哦，过程好像蛮感动人心的哦，有吗？有吗？有没有？这2个过程哦。他们以前我开早餐店的时候，就是常我早上开早餐店，然后我就下去，我们那时候住地下室，然后我就下去睡觉，晚上就变酒吧，然后早上就是他们常常就来这边，就是你知道吗？音乐人就是聚在一起，就是喝酒这样子，对啊。然后后来倒了嘛，吐一下苦水，对，倒了，因为早上都爬不起来，对不对？现在都喝茶。对啊，最近比较少喝了，身体要顾，有改变，是。对啊，可是以前是蛮感动的啦，因为以前有一段是，其实我之前有一段时间才刚上台北没多久，其实是比较困难的，就是不管生活上或者工作上碰到很多状况是很困难，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拔龙龙。就是那个吉他罐子的吉他手，然后他忽然有一天，他就觉得我好像也不知道，就我也找不到出口可以跟谁聊，然后就会变成他就觉得说好像那个我认识罐子哥，还有户田太宏，他说认识罐子哥，然后觉得可以介绍一下，或许他可以给我一些就人生一些答案，然后我就去了，而且我那时候的状况我记得很清楚，有某位以前的老师可能会希望我，就是就那个时候以前年轻比较冲，得罪过老师，然后老师那种意思可能会比较像说，哇，让这个小朋友先休息一阵子，我们再来看后面
看怎么样，然后有点半封杀那种感觉，有一半请我休息啊，然后在那个过程之中，就只有冠子哥接纳了我。哦，这我要发誓，就真的，他真的很讲义气了，真的。所以你看这一次特别在你专辑里面发声，而且帮你制作。算这首歌算共同制作嘛？因为算是就是 rap 值的部分是主要制作还是冠子哥，可是在中间参与就是冠子哥刚好就兜我，让大家合作。对，对啊，那个节奏太适合他了。对啊，这种结合下去，我看今年这一张专辑铁定。拿到什么？金曲奖，真的。这一段不要剪掉。为什么？我们打赌啊，好不好？好了，打赌啊。打赌，好不好？赌什么？赌200块。好没有诚意的赌哦。好啦，谢谢阿潘呐。对，潘老师很开心的接触我们客家的这个文化哈，客家圈。这个节目算客家长青的节目，算蛮久的一个节目了。哎呀，18年。对，刚跟罗哥有小聊一下，大概知道。我操，对，你们也蛮尬聊的嘛。对，我们刚刚其实你们唱歌，我们还是有聊天，还是有。对啊，希望以后有个机会的话，有机会的话可以多接触一下我们的客家的音乐，然后多帮我们客家的这一些音乐人做一些不错的一些音乐，没问题，加上你的才华。对，好，这个我们节目听完之后，你要退去哪？好听的歌以后呢，好，节目已经告尾声了哈。哎呀，好唱歌的朋友夹来报名了。大天花来人叫66667人6人，要传真天花人117778 3 1等台几个大天花。好，这边非常多谢所有观众朋友，欢迎欢迎哈，多谢，也谢谢冠子老师，谢谢潘老师，谢谢冠子，谢谢吉娜唱出这么好听的歌，谢谢，多多支持，是梦小康欣赏，有梦最欣赏，辛苦了做很久，谢谢，是梦，还有一天从来工作也辛苦嘞，什么太感，谢谢。另外嘛，唔记得一天都准时收看呢，老年大擂台，老年中下来，再见，拜拜。